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x 嘅 Pattern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一個經典形態——雙底形態。雙底形態說明股價喺一段時間內觸及兩次相近低點之後反彈，形成 W 型結構。佢通常由兩個大致等低嘅低點組成。第一次下跌築底反彈，形成左底；第二次再跌到相似水平，形成右底。頸線連接兩個底之間嘅高點。當股價向上突破頸線嗰陣，就係買入信號，預示趨勢可能反轉上行。而家俾我哋喺 MasterPix 內實操睇下。呢一次我哋以港股1698騰訊音樂嘅圖表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雙底形態，可以睇到喺2025年3月至5月嘅日 K 線圖呈現出經典嘅雙底形態。3月首次觸及低點46蚊之後反彈，4月再次跌到46左右，形成右底。5月14號，股價突破雙底之間反彈嘅高點59蚊後，股價便一路進入上行趨勢至今。此外，雙底形態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Pattern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Pattern Scanning，選擇雙底形態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裡面近25日出現過呢一個形態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一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嚟體驗 MasterPix 嘅技術指標同 Pattern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Pattern 介紹，敬請關注。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